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嚟到奇聞百態頻道，我係你哋嘅主播阿峰啊。今日準備咗一個極度震撼嘅內容，同大家分享一下，大家記得要聽落去啊。嗱，講到香港嘅電影界呢嘅神級人物，10個有9個人第一時間都會諗起邊個呢？冇錯啦，就係喜劇之王星爺周星馳啦。星爺呢，平時有幾咁神隱呢？大家心知肚明。除咗呢係宣傳電影或者間中喺個 social media 發下貼之外呢，平時想喺街度捉到佢，我咁包單仲難過中6合彩啊！佢唔係啊周潤發嚟噶嘛，係咪？咁最近呢，網絡上竟然流出咗一段令到所有港產片迷、星爺迷都睇到眼濕濕兼流口水嘅影片，係咩片呢？就係經典嘅神作《少林足球》嘅一班師兄弟大聚會啊！喺呢個聚會入邊呢，大家都見到好多好耐冇見嘅少林足球嘅綠葉。例如呢，飾演大師兄鐵頭功嘅黃一飛啦，三師兄嘅田雞、田啟文，六師兄輕功水上漂嘅林子聰、肥仔聰等等。呢一班少林足球嘅兄弟咁多年冇見啦，再聚首一堂啊！場面呢真係令人充滿咗回憶殺。不過呢，令到全場勁爆嘅呢，又俾眼利嘅冇人發現到嘅竟然唔係呢班師兄弟喎，而係一位極少喺公眾前露面嘅神秘嘉賓。佢就係邊個呢？佢就係星爺嘅親家姐周文基女士啊！根據呢現場消息指出呢，今次呢個咁難得嘅少林足球嘅師兄弟聚會呢，星爺本人呢係冇親身出席嘅。因為呢要宣傳呢個功夫女足嘅關係啊，但係星爺呢非常重視呢班多年嚟同佢打過硬仗嘅兄弟，所以呢特別派出咗佢最親密、最信任嘅親家姐周文基作為佢嘅代表，親自去到現場呢同大家聚舊打招呼咁話。喺現場曝光嘅相片睇到啦，周文基女士當日呢身穿一身非常樸素得體嘅衣服，戴住眼鏡，氣質非常高雅，同黃一飛、田雞等人呢有講有笑，仲一齊呢合照留念，互相融合到爆啊！咁好多網民睇到呢一組相片之後呢，都紛紛留言大讚：星爺嘅姐姐保養得唔錯喎。更加有媒體呢同資深嘅影迷呢直接咁封周文基呢做星爺背後最信賴嘅女人。除咗呢舊有嘅聚會之外啦，最近娛樂圈仲有一件關於星爺嘅大喜訊啊！咁就講呢，由呢個周星馳執導嘅暑期檔期《功夫女足》而家喺度播映中啦。身為呢個星爺舊日嘅戰友兼食神唐牛谷德超谷導，日前呢都專登北上去深圳影院度力撐呢個舊友喎。咁谷導呢，咁喺社交平台度發長文力撐星爺，佢話為電影打出咗超高嘅分數，仲有透露呢多年來冇去過深圳噶啦。今次除咗處理呢個銀行戶口嘅解凍之外呢，真正嘅目的其實係專程睇功夫女足咁話喎。對於呢部分網民呢，又話套片唔掂，但係呢又真係偷拍嘅行為呢，谷導呢更加好嬲咁斥呢啲人呢非常嘅冇品啊！仲喺度講如果真係呢，我再唔去入戲院睇呢，真係恐怕喺網上呢，真係會被動看完成套戲咁話喎。睇完套電影之後啦，谷導呢俾咗個極高嘅評價，佢指出呢，好多觀眾呢嘅失望係因為帶住比較舊日嘅作品，以及呢想睇翻周星馳親自演出嘅心態。但係周生都冇份演出，有咩好比較呢？星爺係獨一無二嘅，大家要接受佢唔應該會再做翻幕前啊嘛。谷德超更加將功夫女足呢比作真人版嘅卡通片啊。咁佢講電影還原咗周星馳細個睇嘅漫畫同埋卡通，將一眾嘅靚女演員當作係小朋友嚟。電影呢唔再行傳統嘅小人物苦練嘅路線啦，而係一上嚟呢，就用超高嘅武功嘅峨眉派，直接挑戰世界冠軍。重點刻畫咗呢心態上嘅調整啊，以一場又一場嘅足球賽事
串聯起嘅故事，哇，簡直好似打呢個死亡塔般過關斬將啊！流暢咁將整套呢個足球小將嘅熱血精華濃縮咗喺一套電影入邊啊！咁谷道啦，亦分享咗佢喺戲院親眼目睹有啲勁有趣嘅畫面喎。當時咧正好有呢個足球教練帶住啲僆仔去睇電影喎。呢班細路仔咧又睇到咧一邊就歡呼、大聲笑、喐手喐腳、拍爛手掌咁，甚至散咗場後啊都唔捨得離開啊！谷道好感慨，成年人獨自去睇即係或者會睇翻其中嘅原因，好似有啲回憶殺咁嘅啫。但係如果小朋友一去睇，瞬間咧就會明白嘅。咁我哋真係長大咗啦。反而阿周生咧真係仲 keep 得住啲童真啊。咁佢直言啦，對阿星爺嘅佩服啦，真係用英文大讚啊。Don't argue with success。咁即係話咧，唔好同成功爭辯。電影得唔得，票房係最直接反映到嘅。係得嘅，點中傷都冇用噶啦。功夫女足咧喺呢度咧就打咗一場漂亮嘅勝仗啦。不過正所謂咧樹大招風，喺圈中咧亦唔係人人都對周星馳咧咁好評價嘅。最近當年一手提攜周星馳入電影圈嘅伯樂兼恩師李修賢喺呢個社交平台拍片大談往事。竟然咧語出驚人，對星爺咧進行咗一次極度犀利嘅開炮。李修賢喺影片入邊直言不諱，批評星爺雖然賺到咧富可敵國咁犀利，但係人生咧過得好孤單、好寂寞咁。收哥更加痛批呢個星爺咧冇兒冇女，唔敢見人咁話。指佢咧而家咧成日匿喺屋企，連門都唔敢出，又冇家庭，又冇下一代陪伴，直頭講嗰句有錢都冇用啦。修哥咧仲要拎自己同星爺做一個比較，大爆自己咧而家咧晚年都過得幾咁富貴又瀟灑。佢話自己得閒仲會揸呢個私人飛機喺天空度飛來飛去咁話。咁有親人陪喺身邊，享晒人生，即係人生係真諦咁話。仲笑住口咁講，自己一個人嘅生活咧，即係佢叫做懂得生活。睇翻周星馳，佢只係一個守財奴嚟嘅咋，做一個孤獨嘅老人。呢番言論一出咧，即刻網絡上咧引爆咗呢個極大嘅話題啊！好啦，咁你睇完呢幾篇咁精彩、咁火爆新聞之後，等阿峰同大家深入分析一下，到底呢幾件事背後收藏咗啲乜嘢深層次嘅故事，同埋有咩搞笑密碼呢？第一點啦，周文基，星爺帝國嘅影武者大管家，大家都知道啦。星爺喺銀幕前真係無可代替嘅喜劇天才嚟嘅，一個表情就可以令到人咧笑到噴飯。但喺現實生活中呢，星爺呢其實係一個極度社恐嘅宅男嚟噶。咁多年前呢，星爺成立嘅公司買樓投資、處理龐大商業合同呢，背後最堅實嘅後盾係邊個呢？就係佢嘅家姐周文基。好多年輕嘅藝人紅咗之後，最怕同屋企人因為錢而打官司。但係周文基幾十年嚟默默都幫星爺咧管理呢個財務大權，低調到不得了啊！今次咧就代細佬出席呢個少林足球嘅聚會，幫星爺咧做足呢個面子，又招嚟咗周氏家族嘅無縫合作。可以咁講冇呢位幕後嘅大管家，星爺邊可以安心做佢嘅電影夢啊！大家睇翻啦，由少林足球到而家嘅功夫女足，星爺對呢個足球加功夫呢個組合真係情有獨鍾噶。今次呢，谷德超喺個分析入邊呢，真係一針見血。星爺拍個功夫女足呢，根本唔係要討好呢班固執嘅成年人，而係用一種最純真嘅童心去拍。谷導呢都講得太啱啦，好多大人睇完電影呢，太過功利，成日要同幾十年前嘅《大話西遊》或者係喜劇之王比較，甚至係怪星爺點解唔親自落場。但係小朋友睇到功夫女足呢，睇到拍爛手掌，高聲歡呼，喂，呢啲就係最直接嘅反應啦。呢啲就係電影嘅本質。雖然周星馳幾十歲人，但係喺佢腦入邊依然
住咗一個打不死嘅卡通少年，呢一份嘅童真先係最珍貴嘅。咁啊，睇埋最後阿李修賢嘅炮轟啦。嗱，呢一段呢嘅師徒恩怨呢，幾十年嚟呢，真係好似電視劇咁循環咁播。而阿修哥覺得呢，兒孫滿堂，揸呢個私人飛機去戶外玩，哇！呢啲先叫做成功人生。所以呢，睇唔過眼星爺呢，冇兒冇女，獨來獨往。但係講真啦，呢啲咪係典型嘅世代溝通障礙咯。修哥最中意熱鬧，中意享受物質同埋家庭樂，但係對於星爺嚟講，電影同藝術創作先係佢嘅追求啊！你覺得佢孤單？可能佢喺屋企研究劇本都唔知幾咁充實。況且星爺有個家姐周文基，無條件咁支持佢，又有谷德超呢班舊戰友出嚟幫佢抱打不平。星爺嘅內心世界又點會真係好似修哥所講咁慘情啊？嗱，反正呢，我啊睇唔出啦。總括嚟講啦，今次周文基女士呢，代周星馳出席呢個聚會呢，係展現咗佢哋有極強嘅家庭凝聚力啊！而且星爺今次冇親自露面，根本唔係咩唔敢見人，純粹係因為佢全心咁為功夫女足做呢個宣傳工作，忙到分唔到身，先至交俾最信任嘅家姐代表出席少林足球師兄弟聚會啫。嗱，至於李修賢講星爺呢，冇朋友冇親人走財路，嗱呢啲咁嘅指控呢，阿峰呢真係要打個大大嘅問號啦。嗱，大家睇下今次功夫女足上映，張柏芝啊，聲都唔聲，直接一口氣包18場，幫星爺打響頭炮。咁啊，舊戰友谷德超呢，好多年都冇返大陸噶啦，專登呢北上深圳呢就捧場，仲要寫長文呢，同網民開火咁幫周星馳護航喎。嗱，再加上呢個莫文蔚啊、田雞呢班幾十年嘅老友一直咁力挺，邊個話佢冇朋友啫？嗱，呢啲咪真係真正嘅患難見真情咯。嗱，又講埋做善事啦。嗱，星爺更加係低調到極致。大家仲記唔記得當年汶川大地震，佢靜靜雞好低調咁捐咗3000萬巨款啊！當時3000萬係好多噶，仲有佢仲默默咁去做呢個骨髓捐贈，為咗去救呢個白血病嘅小朋友。喂，呢啲救人嘅一命嘅大善舉啊，佢從來都冇喺鏡頭前炫耀過半句。如果唔係醫生同埋媒體曝光，大家都唔知道佢做咗咁多嘅好事。所以話每個人選擇嘅生活方式都會唔同。有人中意呢揸飛機喺個天度飛來飛去，仲要好瀟灑咁添。有啲人呢就選擇將愛留俾電影，同埋默默咁奉獻俾社會。星爺用佢嘅作品同行動，再次證明咗自己。正如谷導咁話啦，Don't argue with success。希望星爺可以繼續咁保持呢份童真，繼續帶俾我哋更多爆笑、更多歡樂。如果大家中意今日呢個話題呢，記得幫主播阿峰俾個 like 同埋留言討論一下啦。好啦，我哋下期影片再見，拜拜。